虽然这两档观光产业受疫情冲击，不过观光旅局长郭正辉表示，111年伫市场五位贴团队甲业者的努力，特别伫新饭店的成长甲大房比率分别是6都甲全国第一。加上精彩观光活动所带动的城市行销，已经成功争取2024年台湾灯会伫台南举办。会中局长回顾过去一档的努力成果，已向市民报告，同时展望未来，则是加强深耕国际观光。今年度的一些相关的一个重点，有的是中期，有的是长期哦。那我们也希望说，台南哦，我们希望让大家每一次来台南旅游，它都可以有一个全新的感受。那当然，2024年是台湾400年，也是台南的400年哦。那我们也会把这个台南400年的一些暖身的活动，在今年哦陆续推出，包含我们的国际美食论坛哦，也都会是在今年先做一个预先的一个预告。那希望能够在明年度2024年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一举把台南的这个台南400推上国际，那把美食观光成为我们台南最重要的一个品牌。台南在拼国际观光、提升国际旅游知名度的同时，就是持续国际航班的努力。除了1月11号正式恢复台南到越南胡志明市航线，来加强东南亚的市场以外，面对日本的航班，更是新的一档努力目标。在去年初的时候，我就找了各个航空公司在谈这个，像比如说像这个河内台南飞河内或者是岘港，还是说日本的除了大阪之外的其他的城市的可能性哈。那当然，香港我们也希望能够等到整个COVID-19 的一个状况更稳定之后跟那边的一个航程呢也可以赶快来启动哦。那其他的我们也都会陆续再跟各航空公司、跟旅行社们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搭配跟合作，希望让台南的民众还有想要来到台南的旅客，他可以有更多的选择。回顾过去，台南旅游环境持续伫2个体升级，为观光建设基础打底，相信拢是未来台南推动观光旅游上大后盾。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。